乙巳年四大壬日柱運勢超解構，包含壬午、壬子、壬申、壬寅四大日主。特別點評四大日柱在乙巳年，重點月壬午月表現。首先是壬午日柱，是煲住財湯，有情有財。呢條命啊，一坐就坐午火，午中有丁，壬水又係透干，就嚟個丁壬暗合。簡單啲講，財星你唔揾佢，佢都會揾你，暗暗地送錢入你袋。成個月都係揾錢好時機，特別係你自己做生意、搞副業、炒股開單嗰啲。再嚟今年乙巳年，乙木係傷官嚟，傷官就係你嘅橋，你啲靈感、語言、創作、推銷力，全部都可以幫你生財、揾財、揾人氣。巳火午火一齊會火，係咩？即係火旺財旺，仲唔快啲開波？感情方面呢，丁壬暗合，有心郁郁但唔講得嘅 vibe。你可能中意緊某個人，但又唔敢表白，又或者有曖昧嘅對象，但大家都冇講破。對壬午的建議，揾錢要出聲，唔出聲就俾人搶。中意人都可以試下主動。今個壬午月合象多，緣分隨時爆燈。廣東金句總結：人緣滾滾，財水叮當，暗合唔講，人哋照樣錫你當寶。第二是壬子日柱，黑鼠守空房，唔爆就崩。壬子呢條柱叫做陽刃格，陽刃即係自己好強，但感情就容易出事。再加個綽號叫黑鼠守空房，聽落都知感情有啲灰。而家壬午月一劈落嚟就係子午衝，火水大對撞，即係人緣多，火花強，但都亂，煩，爆。人哋約你，你會去；人哋唔約你，你又唔開心。愛情方面，成日會遇到啱嘅人，但唔啱嘅時機，或者成日都喺感情入面自己搞到自己唔開心。呢個月真係易爆，工作易發脾氣，感情講錯一句就冷戰，財混亂中有機，但要識分真假。建議人哋唔同你爭，你咪自己爭返啲冷靜咯。所有事都慢半秒，個世界就會好好多。廣東金句總結：子午一衝，啖氣未落就拗交；陽刃一出，朋友都話你爆煲。第三講壬申日柱，是腦袋揾真銀，靜雞雞賺錢王。壬申呢條柱係水坐金，申金係壬水長生位，命格夠實淨，係好打得嗰種命。今年乙巳年，自申合局，自中有庚金，係壬的偏印，金就變咗財星合偏印，即係靠知識、靠腦袋、靠技術揾錢。專業即係價值，講得掂即係有單。壬午月午火透出，巳午會火，火旺財旺，係咩？即係條財線發亮，正財偏財齊齊報到。做生意嘅朋友今個月真係手唔停得。唔同壬子爆煲型，壬申係低調專業型發達。你坐喺度唔喐，啲人都覺得你值錢。建議錢係有嘅，不過要企穩先站穩。多寫多講多展示你啲知識，吸引力會自然形成財力。廣東金句總結：你講一句，人哋俾你10個like，你講得掂，單就自動簽。最後講一講壬寅日柱，人字相穿，穿爛個財袋。壬寅人今年就要小心啲啦。巳火同人木係相穿，
係一種好激烈又唔協調嘅關係。簡單啲講就係你想揾錢，錢又唔想俾你揾，或者未賺已經預咗要拎嚟還。而壬午月，午火引動至火，又刺激人木，三方互動，搞到你成個人都火燒火燙咁。情況大概係有 project 但唔順利，有桃花但唔靠得住，有財機但你唔穩陣，就等住俾人穿窿。感情方面，成日遇人不淑，或者你自己明知唔啱，但硬係唔肯放，又愛又驚，又撲又縮，就係你今個月嘅感情寫照。建議財運唔穩，要審慎，不宜博大霧。感情方面見招拆招，唔好自己玩死自己。廣東金句總結：唔係財唔嚟，而係你條命穿得快過你賺得快。四柱總結粵語命理大解構：壬午是丁壬吻合，火會成財，財旺情動，機會湧現。壬子是指午衝，洋人現形感情驚濤駭浪，要穩。壬申是自身合，財合偏印專業換財，正中取利。壬寅是人自穿，午引火線財機穿破，小心爛桃花。如果你都係壬水日主，或者八字入面帶有壬、午、巳、寅、子等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訂閱。下一期我哋講邊個天干？你哋話是？這裏祝願壬癸水命主，在這個壬午月重點財月之中，財運如江水東流，步步生蓮，機緣自至。特獻上一曲，入年間，由福建泉州以武芳華老師傾情演繹。水光連影輕搖，願此舞為你帶來一段清潤靈動的心境。希望你喜歡。舞蹈音樂所用連詞夜月的視頻鏈接在屏幕下方。玄學堂主還特意為壬水、癸水的粉絲獻上一臨江仙，以記壬午月水火既濟，財官情動，步步生蓮的微妙氣場。願與君共賞清潤之景，夢回年間。臨江仙，入年間，水動微瀾生細影。火雲輕照蓮開，半簾煙雨落花來。心隨波上緣，夢逐影中開。財轉紅塵人事動，情牽月色繞台。一元如舊一元差，蓮心千帆靜，步步換春回。